係好，Hello，大家好，我係 Hong Kong Sir 嘅 Angus 啦。咁今日好高興咧，有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我哋 Hong Kong Sir 對2025年五大網絡安全風險嘅預測嘅。咁今日咧，其實除咗講我哋2025年嘅展望之外咧，我哋亦都回顧下2024年啦，同埋提出一啲網絡保安嘅小貼士咁樣嘅。咁首先喺開始之前咧，就首先介紹下我哋自己先啦。咁我哋 Hong Kong Sir 咧係一個本地負責聯絡一啲收集啊同埋發放信息啦，同埋協調保安事故行動嘅一個組織嚟嘅。咁我哋 Hong Kong Sir 咧同時亦都係全球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組織，即係 FIRST 啦，同埋亞太區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組織，即係 APCERT 嘅成員嚟嘅。咁我哋同其他呢啲跨國嘅 CERT team 咧，喺資訊保安嘅事故上面咧交換情報啦，同埋保持聯繫。咁大家可以喺右下角度咧見到我哋24小時嘅熱線啦，同埋電郵地址嘅。咁亦都歡迎咧公眾咧隨時透過我哋嘅熱線啦，同埋電郵咧向我哋查詢一啲網絡保安嘅事宜嘅。咁喺開始之前咧，先做一個2024年嘅回顧啦。咁喺2024年咧，保安事故嘅宗數咧係首次突破咗1萬宗嘅，咁總數咧就超過12000宗啦。按年咧升幅係超過60%嘅，咁情況已經係5年嚟咧最嚴重嘅一次啦。咁釣魚攻擊咧同埋惡意軟件嘅事故宗數咧，亦都有顯著嘅增加啦。咁其中咧網絡釣魚個案咧係佔總數超過60%嘅。咁我哋睇到咧，網絡釣魚咧已經連續2年咧係高居榜首㗎啦。咁咧亦都顯示咧，釣魚攻擊咧係成為咧香港近年咧最主要嘅一個網絡安全威脅。咁我哋咧亦都可以睇到啦，呢個釣魚宗數咧其實係按年咧升咗超過60%，咁已經係超過8000宗㗎啦。咁我哋呢度咧再落去分析下釣魚案件嘅一啲行業嘅分佈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首當其衝咧就係一啲銀行啦，同埋金融嘅行業啦。咁好個原因就係好顯而易見啦，因為咧黑客咧可以透過呢一啲target 一啲金融業嘅一啲釣魚 URL 啦，直接可以拎得到受害者嘅一啲金融嘅敏感資訊嘅。咁其次我哋都睇到咧一啲通訊軟件嘅行業咧，亦都高居第2位嘅。咁相信大家亦都會記得咧，2024年咧都出現咗唔少咧係 target 一啲 WhatsApp 嘅用戶嘅一啲 account 嘅一啲釣魚騙案咁樣嘅。咁如果以釣魚連結嚟計算嘅話咧，升幅咧係更加高達1.5倍嘅，由舊年19000條咧係上升去到超過48000條嘅。咁另一個焦點啦，就係今年嘅惡意軟件個案咧，亦都顯著增加嘅。咁同2024年相比啦，惡意軟件嘅個案咧增幅係超過4倍，創下咗5年嚟嘅新高嘅。咁2024年啦，香港亦都飽受一啲惡意軟件程式嘅攻擊啦，例如假冒網購手機應用程式啦。咁其實佢實際上咧就係一個木馬程式嚟嘅。咁我哋咧亦都睇到好多唔少新型嘅惡意軟件嘅。咁其中咧，例如最近有一啲叫做 Supercard X 嘅惡意軟件個案啦，咁其實就係透過一啲 NFC 嘅技術啦，去偷取受害者嘅一啲信用卡資料嘅。咁針對呢個情況啦，Hong Kong Sir 亦都加強咗對惡意程式情報嘅收集啦，增加咗多個針對惡意程式威脅嘅情報來源啦，嚟到打擊惡意程式嘅散佈。咁當然啦，呢個亦都反向咧導致咗惡意程式個案嘅大幅上升嘅。咁嚟到對2025年嘅展望啦，咁其實我哋 Hong Kong Sir 咧每年都會預測5大網絡安全風險嘅。咁當中咧今年咧當中有3個風險咧係透過本地同埋海外嘅一啲網絡專家去投票選出嘅。咁其餘2個風險咧就由 Hong Kong Sir 我哋自己啦，根據自身嘅數據啦同埋一啲威脅情報咧進行研究同埋分析得出嘅。咁以下咧就係5個大家2025年咧需要警惕嘅一啲網安風險啦。咁排名咧就不分先後嘅。咁第一個啦就係第三方風險上升啦，第二個咧就係大型語言模型即係 LLM 嘅資料外泄啦，同埋投毒風險啦。咁第三個咧就係人工智能助長網絡攻擊同埋詐騙啦，仲有關鍵基礎設施網絡攻擊嘅增長啦，最後就係物聯網技術嘅一啲安全風險。咁所謂第三方風險咧，指嘅其實就係一啲同外部機構合作時候咧，可能會出現嘅威脅同埋漏洞啦。咁呢啲風險咧，其實主要就係來自企業嘅供應鏈啦。咁所謂供應鏈攻擊咧，其實就係一種間接嘅網絡攻擊啦。咁就係黑客咧，利用目標企業同佢合作伙伴之間嘅一啲依賴關係啦，通過入侵佢嘅合作伙伴咧，嚟獲得對佢目標企業嘅一啲訪問嘅權限。
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黑客咧透過呢個供應商嘅網絡作為一個跳板咧，去攻擊翻企業本身嘅。咁另外啦，第三方風險咧，亦都可以嚟自一啲開發人員嘅失誤啦，包括使用咗一啲包含住惡意程式嘅插件啦，同埋第三方產品網絡安全嘅漏洞咧，亦都會引嚟一啲網絡攻擊同埋數據資料嘅洩漏嘅。咁當然大家可能就咁聽咧，數據資料嘅洩漏咧，可能冇乜直接嘅利益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啲風險咧，亦都會帶嚟一啲好嚴重嘅效果。比如咧，可能係一啲業務嘅中斷啦，進而引發一啲法律嘅訴訟啦、賠償要求啦，同埋公司嘅聲譽受損。咁呢啲帶嚟嘅損失咧，可能係比金錢利益上面咧係更加大嘅。咁喺2024年咧，就發生咗一宗全球性嘅 IT 事故啦，香港亦都唔能夠幸免。咁相信大家亦都會記憶猶新㗎啦。咁就係其實就係呢個 CrowdStrike 嘅藍屏事件啦。咁事件嘅起因咧，就係一間防毒軟件公司啦。咁佢哋推送咗一個有問題嘅更新，咁就導致到大量有用到呢一個防毒軟件嘅電腦咧，都出現藍屏死機嘅。咁相信大家亦都會好印象深刻嘅就係香港機場咧，亦都係成為其中一個重災區啦。咁現場咧更加係不得不改為一個人手嘅操控嘅。咁喺全球嘅範圍入邊咧，除咗航空業啊、銀行業啊同埋媒體行業等等之外咧，好多唔同嘅行業咧亦都受到影響。咁更加有報道咧，就係估計咧全球有超過850萬個設備咧都係受到影響嘅。咁我哋 Hong Kong Share 當其時咧都有密切關注呢一個事件啦，亦都好快就作出一啲回應啦，就 issue 咗一啲 security alert 嘅。尤其我哋咧亦都關注同埋留意到咧，好多不法分子咧利用呢個 CrowdStrike 嘅事件啦，去假冒 CrowdStrike 嘅一啲技術人員嚟發動一啲釣魚攻擊，去散播一啲惡意軟件啦。咁甚至係衍生一啲詐騙嘅案件啦，去聲稱只要支付金錢咧就能提供一啲解決嘅方案。咁但係當然啦，就係受害者支付咗金錢之後咧，咁對方就係不了了之。咁從中我哋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其實黑客咧都非常之厲害於利用一啲社會嘅熱話咧嚟製造機會嘅。咁當然啦，雖然今次 CrowdStrike 嘅事件其實就唔屬於一個網絡攻擊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其實第三方嘅一啲公司，佢哋只要出現咗一啲失誤咧，其實對企業本身咧亦都造成一個好大影響，甚至可能癱瘓佢整個機構啦，或者一啲基礎設施嘅運作。咁除咗我哋剛才所講一啲事件之外咧，咁我哋另一個有關開發人員失誤方面咧，我哋亦都睇到一啲報道咧，有關12月咧，亦都發現咗一啲針對 Chrome 插件嘅釣魚攻擊啦。咁黑客咧首先向開發人員咧就發送咗一封釣魚郵件啦，咁聲稱咧相關嘅插件咧其實係違反咗 Chrome 嘅 Web Store 嘅一啲政策，咁啊要求咧開發人員咧就進行一個確認。咁當然呢個郵件其實就係一個我哋經常所講嘅一啲釣魚郵件啦。咁當開發人員咧點擊咗郵件入邊一啲連結嘅時候咧，就會被引導到一個假嘅 Google 嘅登入頁面啦。咁當然呢個頁面咧，實際上其實係被黑客用嚟偷取使用者嘅一啲 credential 啦，再用嚟授權黑客去管理呢一個插件啦。咁當黑客獲得呢啲權限之後咧，佢哋就會向呢個插件咧注入一啲惡意代碼啦，同時咧就推送一啲新嘅更新。咁大家可以想像咧，就當用戶咧安裝咗呢一啲新嘅更新之後咧，其實變相咗就將自己嘅資料咧就提供咗俾呢個供應鏈嘅上游，亦都透過呢一個插件咧，其實將一啲後門咧安裝咗喺使用者身上。咁除此之外咧，最常見嘅一啲第三方風險咧，就係第三方產品嘅一啲網絡安全漏洞啦。咁大家經常都聽到好多唔同產品會有一啲安全嘅漏洞。咁其實呢啲漏洞咧，黑客咧都經常係用嚟入侵受害者嘅電腦嘅。尤其係黑客咧特別中意利用一啲高危險性嘅網絡安全漏洞啦。咁我哋呢個 CVSS 我哋見到其中一個 cap 圖咧，其實就係一種用嚟評估漏洞危險性嘅標準啦。咁佢根據漏洞嘅執行難度啦，同埋帶嚟嘅後果嚟進行評分嘅。咁一啲勒索軟件啦，比如 Lockbit 同埋 Ransom Hub 咁樣咧，佢哋經常入侵嘅途徑咧就係利用呢啲漏洞。咁呢兩個嘅勒索軟件組織咧，其實喺2024年咧都對香港造成咗相當大嘅影響。咁此外咧，大家右邊呢幅圖咧亦都睇到，其實黑客組織咧亦都會經常假冒一啲開源嘅項目啦。咁常見手法咧，包括創建一個同正版項目極為相似嘅項目啦，令到受害者誤以為咧呢一個係一個合法嘅開源軟件。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大部分呢啲假嘅開源軟件咧都會有一個後門嘅。
咁就係黑客咧，然之後咧透過推送一啲更新啦，咁就令到用戶安裝咗啲更新之後咧，其實變相亦都同時咧就安裝咗呢啲後門嘅。咁所以咧，為咗應對呢一個第三方風險咧，我哋 Hong Kong CERT 咧亦都有以下嘅一啲建議嘅。咁喺 CrowdStrike 嘅事件入面咧，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咧，制定同埋實施有效嘅事故應變措施咧，對企業嚟講咧係至關重要嘅。一個完善嘅應變措施咧，可以減低事件嘅再度發酵啦。咁企業咧亦都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咧，制定一個合適嘅應變計劃，去減低第三方風險帶嚟嘅影響嘅。咁企業咧其實係必須要抱住一個攻擊咧係隨時可能發生嘅心態準備啦。咁隨時咧就 prepare for 呢個 worst case 嘅 scenario 嘅。咁第二啦，企業咧亦都應該檢視咧供應鏈入面嘅各種潛在威脅啦，對供應商咧實施一個嚴格嘅安全操控嘅。例如啦，我哋企業咧應該要求供應商咧採用同企業一致嘅保安規格啦，管理供應商連接企業內部嘅一啲網絡同埋系統所需嘅權限嘅。咁防範供應商咧俾黑客入侵之後咧，就成為攻擊企業嘅跳板咁樣嘅。咁第三啦，企業咧亦都該小心使用一啲免費同埋開源嘅軟件啦。我哋應該隨時都 verify 嗰啲開源軟件嘅 publisher 佢哋嘅 credibility 啦，佢哋信用值啦。咁因為咧好大部分啲黑客咧，其實透過呢啲免費嘅開源軟件咧，其實植入一啲木馬又或者有害嘅程式咧嚟到入侵呢個企業嘅。咁最後啦，好當然地咧，定期更新設備啦，同埋軟件嘅版本咧，都係必不可少嘅。因為好多網絡攻擊咧，其實都係透過呢一啲漏洞啦，冇被 patch 嘅漏洞所發起嘅。咁第二大風險咧，其實就係同大型嘅語言模型，即係 LLM 有關嘅。咁隨住人工智能嘅廣泛應用啦，LLM 咧亦都面臨住一個被資料外泄同埋投毒嘅風險啦。咁其中一個主要攻擊方式咧就係 prompt hacking 啦。咁主要咧就係針對一啲需要分析人類語言同埋文字嘅大模型啦。咁呢種攻擊咧就透過設計同埋操縱一啲輸入提示咧，嚟影響大型語言模型嘅一啲輸出結果嘅。咁我哋喺呢度咧就有一個例子可以睇到，其實就係2024年咧，汽車公司雪佛蘭咧就推出咗一個 online chatbot 嘅機械人嘅。咁當然有用戶發現咗個機械人之後咧，就即刻利用一啲 LLM 嘅漏洞啦。咁大家可以喺 Cap 圖入邊睇到啦，令到機械人咧回覆咧可以用1蚊咧就可以購買雪佛蘭公司嘅一啲汽車嘅。咁當然用戶咧就會聲稱呢一個係一個有法律約束力嘅交易啦。咁但係咧事後咧用戶咧馬上就將呢啲聊天機械人嘅對話咧放上喺社交媒體並且瘋傳嘅。咁當然啦，雪佛蘭公司就唔會批准呢一個交易啦。咁但係因為呢對話圖咧已經喺網上流傳得非常之快，咁咧亦都令到好多 negative 嘅 attention 咧係 towards 呢個雪佛蘭公司嘅。咁以上嘅例子咧，亦都反映到咧，企業使用聊天機械人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翻相關嘅風險啦。尤其係外國嘅法院咧，已經有法例咧，係裁定咧，無論資料嘅來源咧，係嚟自呢個 chatbot 啦，抑或係公司嘅網頁咧，咁企業咧其實都要需要為提供俾用戶嘅資料去負翻個責任嘅。咁第二種攻擊咧，就係叫做 adversarial attack 啦。咁 prompt hacking 咧就其實僅限於操控輸入嚟影響模型嘅一啲推理啦。咁但係呢個對抗性嘅攻擊咧，其實就可以喺訓練階段咧，透過操控訓練數據咧嚟影響模型日後嘅一啲判斷結果嘅。咁呢個攻擊咧，其實就唔單止就係對於呢個模型本身佢嘅成品嘅一啲攻擊，其實就喺佢訓練嘅階段咧就已經展開咗呢一個攻擊㗎啦。咁我呢個例子咧，其實就係一個向模型投毒、影響模型往後一啲判斷嘅一個例子。咁大家可以睇到咧，有兩張圖咧，其實喺人睇落去咧係一張完全冇分別嘅兩張圖片啦。咁但係其實喺 AI 望落去咧，呢兩張圖咧，因為其中加入咗少少好微細嘅 noise 咧，咁就已經令到 AI 咧望落去咧係完全兩種唔同嘅判斷嚟。咁一個咧，佢就能夠好清楚咁判斷翻佢面前咧係有一堆人啦。咁另一個咧就因為嗰啲噪音嘅影響咧，其實睇到前面咧係暢通無阻嘅。咁大家可以想像咧，當呢一個模型經過咗呢個訓練之後咧，日後咧真係投入到一個無人駕駛嘅使用入邊咧，咁其實個後果咧係非常之災難性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涉及呢個 LLM 嘅攻擊例子啦，例如字節跳動咧。喺上年咧有一個 AI 模型咧係被懷疑
遭到呢個實習生嘅投毒啦，咁導致咧無法產生一個預期嘅訓練效果嘅，咁最後咧甚至係要搞到去對簿公堂嘅。咁另外早前 Google 咧亦都有研究員咧透過一啲指定嘅提示咧，令到大型模型咧係泄漏一啲含有個人資料嘅訓練數據啦，例如一啲名啊，又或者個人嘅聯絡資料等等。咁大家都可以喺 Capture 嗰度睇得到咧，其實攻擊者只係透過一啲好簡單設計嘅 prompt 咧，就已經可以令到呢個 LLM 咧泄漏咗相關嘅數據啊。咁所以呢個攻擊咧其實係相當容易可以做到，甚至可能一般人咧對 prompt hacking 有普通嘅認識咧，亦都可以做到。咁所以咧，對於呢一啲大型語言模型嘅資料外泄同埋投毒風險咧，我哋 Hong Kong Cert 咧亦都有以下建議嘅。咁企業咧對個滲透測試嘅重要性咧，應該要有充分嘅認識啦。咁甚至咧每年咧都應該要進行一次全面嘅滲透測試。咁同時咧，呢啲 AI 系統咧其實亦都係需要進行呢個滲透嘅測試同埋攻擊嘅演練啦，去發現佢一啲潛在嘅弱點同埋漏洞，同埋即時去修補嘅。咁喺字節跳動嘅事件之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其實人員訪問權限嘅管理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除咗設置適當嘅訪問權限之外咧，亦都應該實施多重嘅審核機制啦。喺執行任何嘅操作之前咧，應該都要需要好多人嘅批准。咁頭先嗰個字節跳動嘅事件咧，大家亦都其實應該思考咧，咁究竟一個啱啱入嚟嘅實習生咧，係咪應該有咁多嘅權限去到訪問佢哋訓練模型嘅一啲數據？咁假如咧，可能公司咧佢喺呢一方面咧有做到一個好好嘅把關嘅話咧，咁可能嗰個實習生咧根本就唔會有機會佢可以 access 到嗰啲嘅數據。咁對於利用特定提示咧，令到大型語言模型產生一啲唔恰當嘅回應咧，或者造成一啲數據泄漏咧，其實企業咧亦都可以實施系統輸入同埋輸出嘅一啲過濾啦，嚟保護翻呢啲大型嘅語言模型嘅。咁第三個風險咧，其實係有關人工智能嘅武器化啦。咁其實上一年咧，我哋 Hong Kong Cert 咧，亦都同樣有提出咗5大安全風險啦。咁呢一個人工智能嘅武器化咧，亦都係呢個安全風險之一嘅。咁我哋其實都 observe 到咧，人工智能嘅武器化咧，係越嚟越變成黑客嘅一個主流手法之一嘅。咁唔少不法分子咧，亦都利用人工智能咧去協助佢哋網絡攻擊啦。咁一年過去啦，我亦都喺黑客論壇上面咧，留意到仍然有好多黑客咧係非常之熱衷於討論點樣去越獄生成式 AI，亦都即係 ChatGPT 啦，去生成一啲限制嘅內容嘅，比如去製作一啲惡意軟件啊，又或者釣魚信息等等。咁此外咧，我哋亦都觀察到咧，好多黑客咧係討論點樣獲得同埋使用咧專為罪犯設計嘅一啲 GPT， 顯示咧 AI 武器化咧仍然係一個安全嘅風險嘅。咁上年同樣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提及過一啲黑客會經常用嘅一啲 AI 武器啦，譬如 WarmGPT 啦、DarkGPT 等等啦。咁我哋今年咧，其實喺黑客嘅一啲論壇上面咧，亦都仍然見到呢一啲名咧係非常之熱門嘅。咁目前咧，互聯網上面咧亦都充斥住各種 AI 生成式工具嘅應用啦。譬如好多只需要幾分鐘喺鏡頭上面進行一啲肢體動作啦，同埋錄製聲音咧，就能夠創建屬於你自己數字人嘅一啲服務，去俾普通人去使用嘅。咁此外咧，網絡上亦都有好多 AI 工具啦，可以將文字咧轉換成為一啲影片啦或者圖片。咁只需要一段好簡單嘅文字咧，就能夠生成一個栩栩如生嘅影像。咁喺文字生成方面咧，大家熟悉嘅 ChatGPT 咧，甚至可以透過一句提示咧，就已經可以將你一啲想法無限擴展為一啲影片啊、短片啊、相片等等。咁呢啲工具嘅使用成本咧，甚至係低至每個月幾百蚊啊，甚至可能俾你免費用或者使用。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咧，網絡攻擊咧已經由過往可能黑客需要好多大量嘅 hacking 嘅一啲知識先可以做到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透過一啲好簡單嘅 AI 工具啊，已經可以製造到一啲假嘅釣魚網站啊，甚至背後嘅一啲程式咁樣。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呢啲成本咧，製造一啲網絡攻擊嘅成本咧，其實越來越低。咁所以亦都可以想像到咧，未來嘅一啲利用一啲 AI 造成嘅網絡攻擊咧，其實係會越來越普遍嘅。咁特別咧，喺呢個 AI 工具入面咧，有一種工具我哋經常都會留意到啊，咁就係一種叫做 Deepfake 嘅技術啦。咁 Deepfake 咧，其實已經係黑客一種常用嘅技術啦。咁經常咧都會被用嚟製作一啲虛假信息啦，同埋進行一個詐騙嘅。
咁2024年啦係一個選舉年啦，有一項國外嘅研究咧就指出咧，從2023年嘅第一季度咧，去到2024年嘅第一季度咧，Deepfake 內容咧相比上一年同期咧已經有一個顯著嘅增長。咁喺一啲需要選舉嘅國家咧，好似韓國或者美國咁樣咧，呢一啲嘅增長咧係更加普遍嘅，分別咧係按年增長超過1600%同埋300%嘅。咁亦都有報道指出啦，韓國警方咧係需要開發一啲 Deepfake 嘅檢測工具咧，嚟應對選舉期間所接受到嘅一啲 Deepfake 嘅挑戰。咁同時咧，FBI 咧美國嘅 FBI 咧亦都經常咧提醒公眾咧要警惕一啲 Deepfake 製造嘅虛假嘅選舉短片。咁雖然我哋香港咧喺2024年咧就冇選舉嘅，咁但係咧 Deepfake 嘅使用咧仍然係錄得一個非常之驚人嘅1000% 嘅增幅。喺2024年咧，有企業嘅首席財務官咧就俾 Deepfake 嘅技術冒充啦，要求香港嘅員工轉帳，咁最終咧係被騙走超過2億港元嘅。喺11月咧，亦都有多名嘅立法會議員咧係收到一啲 Deepfake 合成嘅影片啦，被進行一個勒索嘅。仲有議員咧被假冒聲音咧要求工會女士嘅轉錢啦。咁呢啲事件其實亦都顯示出咧 Deepfake 咧已經係慢慢咁成為咧散播虛假信息同埋進行詐騙嘅主要工具。咁為咗對於呢一啲人工智能助長網絡攻擊同埋詐騙做一個提防啦，咁我哋 Hong Kong Search 咧亦都有以下嘅建議。咁喺我哋已經進入咗呢個人工智能嘅時代咧，我哋亦都認為咧，其實我哋防禦咧，亦都同樣需要利用人工智能嘅。咁喺2024年咧，我哋 Hong Kong Search 咧亦都有使用人工智能咧嚟協助檢測一啲釣魚連結啦。咁所以咧，利用人工智能嚟進行一啲網絡安全嘅防護咧，亦都係即將成為一個大勢所趨。咁面對住 Deepfake 嘅詐騙同埋一啲虛假信息咧，市民咧亦都應該透過多方面嘅渠道咧嚟進行一個查證，或者甚至乎使用一啲 Deepfake 嘅檢測工具咧嚟核實翻信息嘅真偽嘅。咁第四個風險咧就係關鍵基礎設施嘅一啲攻擊嘅增加啦。2024年咧，香港政府咧為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條例草案咧進行咗諮詢嘅，咁預期咧2026年初咧就會生效噶啦。咁其實喺世界其他地方咧已經有類似嘅方案啦。咁佢嘅立法嘅原意咧就係為咗提升關鍵基礎設施嘅網絡安全啦，確保呢一啲對社會正常運作同埋市民生活至關重要嘅設施咧，能夠抵禦惡意嘅網絡攻擊，同埋通過對關鍵基礎設施嘅營運者施加一啲法定要求啦。立法咧就旨在確保呢一啲機構咧採取適當嘅安全措施嚟保護佢嘅電腦系統咧，從而減少因為網絡攻擊咧而導致必要服務咧被干預或者破壞嘅風險嘅。維持香港社會嘅嚟維持到香港社會嘅正常運作同埋市民嘅正常生活。咁喺2024年咧，關鍵基礎設施喺香港同埋全球範圍入邊咧都面臨住唔同嘅網絡攻擊啦。咁例如咧，呢度亦都有 Cap 圖顯示出，就係2024年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香港嘅醫院咧係遭受到勒索軟件嘅入侵啦，導致佢嘅系統被加密同埋勒索嘅。咁同樣地啦，世界各地，譬如好似美國嘅一啲供水嘅公司啦，或者係石油公司咧，喺2024年咧，亦都遭受到一啲網絡攻擊。咁大家亦都可以想像，供水公司又或者石油公司呢一啲對市民生活一啲好至關重要嘅公司咧，係一旦受到網絡攻擊而被癱瘓嘅話咧，造成嘅一個傷害係幾咁大嘅。咁所以咧，對於一啲關鍵基礎設施嘅網絡攻擊增長咧，我哋 Hong Kong Search 咧亦都有以下嘅建議。關鍵基礎設施嘅網絡安全法咧，預計其實將會喺2026年實施啦。咁各行業咧都應該喺實施之前咧做好一個好嘅準備，例如考慮咧係咪應該增加人手啦，或者更新內部指引去應對新法案嘅要求。咁需要注意嘅係咧，其實呢啲法案咧僅僅只係一個基本嘅標準嚟嘅。作為關鍵基礎設施嘅營運者咧，其實除咗需要符合呢個法案嘅規定之外咧，仲應該追求更加嚴格嘅準則。因為呢一啲關鍵基礎設施咧，對大部分嘅市民咧，亦都係影響重大。咁所以企業嘅營運者亦都應該參考咧國際上嘅其他標準嘅。咁最後啦，就係同物聯網技術相關嘅一啲安全風險啦。咁萬物嘅互聯網咧，其實係變得越來越普遍啦。物聯網嘅架構咧，亦都因此係變得非常之複雜嘅。物聯網咧，亦都會經常成為黑客嘅一啲攻擊目標啦。咁我哋所講其實 IoT 嘅例子係非常之廣泛啦，譬如一啲我哋見到嘅一啲網絡嘅視像鏡頭啊，一啲 router 啊，可能一啲數碼顯示屏等等啦。
咁好多時可能一啲比如 Webcam 咁樣嘅呢一啲嘅公司，因為佢哋嘅設備咧係非常之細嘅，咁所以咧好難喺上面咧就再做一啲加裝一啲網絡安全嘅一啲 hardware 嘅裝備，又或者好多時咧製造呢一啲Webcam 嘅公司啊，又或者其他一啲 IoT 嘅公司咧，其實只係一啲細公司，又或者係一啲蚊型公司啦。咁佢哋咧好難有好足夠嘅資源咧，其實係持續為呢一啲產品去推送一啲保安更新。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呢啲 IoT 嘅產品嘅裝置咧，成為一個充滿住漏洞俾黑客攻擊嘅一個漏洞嚟。咁目前咧，其中一種 IoT 咧，即係數碼顯示屏咧，亦都係被廣泛利用嘅。例如喺商場啊、車站啊，又或者升降機等等嘅地方咧，都唔難見到咧好多數碼顯示屏嘅身影嘅。咁但係呢啲數碼顯示屏咧，一旦成為黑客嘅目標咧，就有機會被騎劫啦。然之後咧，展示一啲可能錯誤啊，又或者對公司嘅信譽有影響嘅一啲信息。咁所以咧，喺我哋2024年咧，Hong Kong CERT 咧亦都開展咗一項針對數碼顯示屏嘅研究啦。咁去了解翻數碼顯示屏嘅安全性嘅。咁我哋透過呢個研究咧，其實係重新展現咗不同黑客點樣去透過不同手法去攻擊呢啲數碼顯示屏嘅一啲情景啦。咁從而咧得出一啲對企業方面嘅建議嘅。咁其實我哋嘅建議咧，首先分開係兩方面嘅，主要咧一啲係針對翻嗰個數碼顯示屏嘅 Web Management 嘅 Portal System 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直接咧針對一個數碼顯示屏嘅本身嘅。咁就個數碼顯示屏嚟講咧，其實我哋亦都建議咧就去禁止去使用一啲唔需要、不必要嘅一啲紅外線嘅控制啦。因為黑客咧其實有機會透過一啲紅外線嘅控制咧，去傳送一啲可能惡意嘅攻擊代碼咁樣。咁其實可能透過呢個紅外線咧，反而係入侵到嗰個設備啦。咁同時我哋亦都認為咧，呢啲裝備咧應該係確保個系統嘅防火牆啦、同埋防毒軟件咧係已經係確切咁安裝咗，同埋定時更新。咁對個 portal 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認為咧，佢應該係實施一個嚴格嘅身份驗證啦，同埋一啲存取嘅機制啦，包括一啲 user 嘅 privilege 應該係清晰咁界定翻。咁同時咧，亦都係應該嚴格咁去 enforce 使用一個 HTTPS 嘅協定啦，例如好似 XSTS 咁樣嘅功能啊。咁更加詳細有關呢個數碼顯示屏嘅保安指南咧，亦都大家可以喺我哋 Hong Kong CERT嘅網站上面咧，可以揾得到相關嘅 security guideline 同埋 security blog 嘅。咁經過咗呢個頭先2025嘅一個5大保安風險啦，咁其實我哋咧亦都相應咧俾翻一啲網絡嘅保安小貼士大家嘅。咁其實我哋頭先咧都講及到好多唔同類型嘅網絡攻擊啦。咁其實相反地嚟講咧，好多時咧其實黑客咧攻擊到我哋咧，反而其實係由一啲人為嘅疏忽開始嘅。咁就我哋經常所講嘅一啲釣魚攻擊啦。咁釣魚攻擊咧，去到最基本嘅攻擊手法嚟講咧，其實就係去欺騙我哋咧，等我哋以為佢係一個本身一個受到公眾所認可嘅一個機構咯。譬如可能對方咧透過一個釣魚攻擊咧，假扮成一個假嘅銀行嘅身份咁樣。咁好當然地啦，因為佢呢個釣魚攻擊佢嘅身份係假㗎啦，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好必然地咧會有一啲漏洞或者破綻嘅。咁譬如啦，可能佢嘅內容入邊咧有好多文法或者拼寫上面嘅錯誤啦。又或者佢會用到一啲帶有誤導性同埋陌生嘅連結啦，而且咧佢嗰個寄件者咧或者佢嘅電郵地址咧可能係非常之可疑，而且係經常地咧會使用到一啲語調好緊急或者帶威嚇性嘅標題啦。咁等個受害者收到呢 message 嘅時候咧，咁就非常之驚慌，唔知點做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就墮入呢個陷阱之中咯。咁喺呢度咧，我哋咧都想澄清翻一個好普遍嘅謬誤啦，就係大家咧用到一個瀏覽器嘅時候咧，可能好多時咧都會見到瀏覽器喺地址嘅左上角咧有一個 lock， 有一個鎖咁樣嘅。咁可能大家好多時候咧以為咧佢有一個咁樣嘅 lock 咧，就係代表咧嗰個網站咧係非常之安全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呢個 lock 咧只係表示咧佢呢個網站咧係有使用到 HTTPS 嘅呢個 protocol。咁呢個 protocol 咧只係代表佢哋嘅request 嘅 travel 中間咧係有用到一個加密嘅，但係其實咧佢並唔保證咧對方嗰個身份咧係必然真實嘅。相反地咧，好多黑客咧就正正利用大家呢個錯誤嘅認知咧，都會
去用一個 HTTPS 嘅 protocol 啦，咁就增加翻其實佢呢個假網站嘅象徵度。等你以為咧見到有呢個 log 咧，代表呢個網址咧就係一個真確嘅網址。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即使佢有呢個 log 咧，亦都唔代表咧對方就係真實代表。即係譬如假使佢有呢個 log 咧，就唔代表佢呢個網址係真係嗰個銀行嘅網址嚟嘅。咁究竟我哋點樣咧去識別對方嗰個網址咧？咁其實咧就係透過觀察佢嘅連結同埋域名啦。咁咧，其實咧連結咧就係到訪一啲特定網站嘅地址啦嘅捷徑啦。咁咧佢就係由呢個域名係組成嘅。咁咧，但係呢個域名嘅部分咧，其實係獨有，而且係唔能夠被冒充嘅。咁大家咧都可以觀察翻咧，其實一般機構咧去註冊佢哋域名嘅時候咧，都有某一啲準則嘅。譬如好似我哋用我哋 Hong Kong Search 為例啦，咁根據我哋業務嘅性質咧，咁我哋係一個公營機構啦，咁就會用翻一個 .org 嘅一個域名咁樣。咁所以咧，尤其咧我哋嘅域名咧 hkcert.org 係唔能夠被冒充嘅。咁假使咧騙徒咧想假扮我哋 HK Search 嘅網站咧，佢哋可能會透過一啲譬如 HKCERTT 咁樣嘅一啲望上去咧就非常之相似，咁但係其實就似是而非嘅一啲域名咧嚟假冒一啲正確嘅網站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咧係必須要透過咧小心觀察佢個域名咧，去留意翻其實對方係咪佢個身份咧係咪真係屬於你認為嗰個嘅身份啦。咁大家呢度咧亦都睇到一啲例子啦，就我哋頭先咧亦都講過唔少嘅一啲特徵啦。咁大家呢度見到一個 Google Search WhatsApp 嘅一個例子。咁其實咧，我哋見到頭嗰3個嘅一啲嘅網站嘅域名咧，其實都採取咗一個同 WhatsApp 非常之相似嘅域名。咁當然其實佢就係透過呢啲相似嘅域名咧，去假扮翻 WhatsApp 呢個網站。咁我哋咧同時亦都想澄清另一個謬誤咧，就係以為大家可能會普遍地以為咧，當你喺 Google 度搜尋一啲資訊嘅時候咧，排名第一嗰個咧，理所當然地就係最真確嘅一個嘅信息嚟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啦。咁大家亦都喺呢個 cap 圖入面睇到咧，其實頭嗰幾位咧，好可能係透過一啲購買廣告嘅方式咧，令到自己嘅網站咧係排緊好前列嘅位置，甚至超過咗本身真實嘅 WhatsApp 網站。咁咧就其實就係誤導大家自己本身就係一個 WhatsApp 正當嘅網站咁樣。咁假如大家咧就 click 咗入去，就以為係 WhatsApp 嘅真實網站咧，然之後俾咗自己一啲假嘅資訊嘅話咧，咁其實就墮入咗黑客嘅陷阱入邊啦。咁呢度咧亦都有啲 SMS 嘅釣魚信息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哋用一啲好緊急嘅語氣啦，去假扮同埋去恐嚇大家即刻撳嗰個連結啦。咁如果大家冇小心分辨清楚嘅話咧，就會墮入咗呢個騙案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即使咧個網站嘅版面咧係非常之相似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只要小心留意翻嗰個網頁嘅域名咧，就已經可以即刻 spot 到真嘅網站同埋假嘅網站啦。咁呢度咧更加亦都有一啲釣魚電郵嘅例子咁樣啦。咁我哋頭先亦都講到咧，Deepfake 咧係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之主流嘅一個釣魚嘅工具啦。咁呢度咧亦都有一啲今年咧 Deepfake 所嘅詐騙案件嘅一啲展報啦。咁咧我哋咧亦都提供一啲預防 Deepfake 嘅一啲小貼士嘅。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 Deepfake 咧其實係透過佢首先透過一個 detection 嘅 algorithm 啦，咁佢 detect 到佢鏡頭面前咧有一個人，咁然之後咧佢先再 apply 佢呢個換面嘅方法喺呢個人上面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透過一啲手法，譬如啦用隻手喺自己個樣面前咧遮一遮，咁就咧其實透過咁樣嘅方法咧影響咗佢一啲 detection，即係 detect 咗佢人面嘅方法咧，咁嚟到破壞咗佢個 algorithm 嘅運作。咁大家可以睇到咧，當佢個手咧劃過佢個面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有少少嘅破綻咧，其實睇得出咧原本呢個人咧就唔係呢個樣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勒索軟件嘅小貼士啦。咁勒索軟件咧，其實就係惡意軟件嘅一種啦。咁佢咧入侵到用戶嘅一個電腦入邊之後咧，就會加密咗用戶本身嘅一啲資料啦，從而再勒索對方咁樣嘅。咁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啦，香港過去一年咧，亦都有唔少一啲重大勒索軟件嘅攻擊嘅。咁勒索軟件嘅感染方式咧，其實不外乎咧都係嗰幾類啦。
咁第一種咧就係假冒一啲開源嘅應用程式啦。咁我哋呢度 cap 圖入邊咧，其實都睇到咧係一個假冒一個開源嘅應用程式啦。咁但係其實咧，當用戶一下載咗呢個應用程式，而且安裝咗之後咧，就將一個勒索軟件咧係安裝咗喺自己電腦上邊。咁除此之外啦，大家亦都應該小心留意咧。有時我哋收到嘅一啲 email 啦，上面都會有一個 attachment 嘅。即使嗰啲 attachment 咧，佢可能唔係一個執行檔嘅一個檔案啦，即係可能佢唔係一個 .exe 嘅檔案啦，或者係一啲 PDF 啊，又或者 Word 嘅檔案咧，佢當中咧亦都會可能會係包含一啲惡意嘅程式代碼嘅。咁一旦你打開咗咧，其實佢哋都會透過啲程式代碼咧感染咗你嘅電腦。咁除此之外啦，亦都可能有一啲網站咧，佢本身已經係俾人感染咗啦。咁當你瀏覽咗呢個被感染嘅網站之後咧，佢其實就 redirect 咗去另一啲黑客使用嘅伺服器啦。咁然之後再咧從中咧嘗試喺你個電腦上面安裝一啲惡意嘅應用程式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其他嘅一啲感染方式啦，比如一啲雲端嘅存取服務啦、零日漏洞啦，又或者啲惡意廣告等等啦。咁大家亦都應該小心注意呢一啲嘅感染方式。咁最後咧就做翻一個重點嘅總結啦。咁我哋今日提到咧有2025年5大嘅網絡安全風險啦。第一就係第三方嘅風險上升啦，LLM 嘅一啲資料外泄同埋投毒嘅風險啦，人工智能助長網絡攻擊同埋詐騙啦，關鍵基礎設施嘅網絡攻擊增加啦，同埋物聯網技術嘅一啲安全風險嘅。咁最後咧就有一啲總結翻頭先俾大家嘅一啲網絡安全嘅小貼士啦，就係大家記得緊記咧檢查寄件者嘅電郵地址嘅域名啦，同埋咧大家緊記咧千祈係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所以咧千祈咧唔好見到一啲優惠咧就即刻撳落去嗰啲連結度，咁咧就應該仔細咁檢查咧佢個內文連結嘅域名啦，同埋檢查被引導去到嘅嗰個網站嘅。同時亦都應該提防同埋小心掃描咧下載到嘅檔案啦，同埋使用翻一啲高強度嘅密碼同埋雙重認證。咁最後咧，亦都緊記咧安裝防毒軟件同埋定時為自己系統咧作出更新嘅。咁咧呢度咧最後亦都有少少有關我哋 Hong Kong CERT 嘅一啲 publishing 嘅宣傳啦。咁其實我哋網站咧定期發布唔同嘅一啲security blog 啊，同埋 security guideline。咁其實咧旨在咧提供翻公眾嘅一啲 security awareness。咁同埋咧，提供翻一啲同網絡保安有關嘅資訊咧，俾市民大眾嘅。係啦，咁我今日嘅 sharing 係咁多，多謝。好多謝 Angus 嘅深入講解。網上嘅觀眾都有啲問題想請 Angus 幫手解答一下嘅。咁例如咧，有一位觀眾就想問下，頭先我哋都提及過喺網上會議嘅時候，可以叫對方喺鏡頭面前擺動隻手，咁去分辨對方係咪一個 deepfake 咧？咁但係其實實質上真係要開網上會議嘅時候，好難叫人真係咁樣做。唔知會唔會有其他分辨到 deepfake 嘅方法可以建議俾觀眾咧？咁其實當然都會有其他唔同方法啦，比如可能用戶可能透過提示一啲可能大家本身已經知道嘅資訊啦，去 spot 到對方其實係咪一個騙徒或者假冒係一個假冒嘅身份啦，又或者大家可以小心留意咧視頻入邊佢有冇一啲唔清晰或者句似嘅地方。咁但係其實我哋咧都明白咧，可能咧喺一個實時嘅會議上面咧，其實好難可能叫到對方咧，可能做到一啲喺個手喺佢個面前可能揚一揚嘅啲動作，因為可能都非常可能有啲唔禮貌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提出呢啲方法咧，其實主要咧係想帶出翻一個原則咧，就係其實即使咧今時今日咧，因為 AI 嘅技術已經非常之發達啦，咁所以即使咧你見到對方有個片啦、有圖片啦、有影片啦，一模一樣啦，亦都唔可以係馬上就即刻盡信咯。咁所以咧，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大家都要小心提防啦，同埋步步為營嘅。唔該晒 Angus。咁另外都有位觀眾想問啦，頭先 Angus 你都提及過唔少提防 phishing 嘅方法，例如要睇清楚我哋瀏覽緊嘅網站係咪真係嗰個機構嘅官方網站咁樣。但係如果有觀眾發現自己機構嘅網站俾人冒認咗，佢自己都係一個受害者，咁呢啲機構或者呢啲觀眾應該點樣去做呢？咁我諗咧，機構其實應該係本身亦都應該隨時咧係會制定翻一個對釣魚攻擊嘅一個完善嘅方案啦。咁譬如可能咧
企業咧應該制定翻一個方案咧，當呢啲incident 發生嘅時候咧，係點樣向公眾交代翻個事件啦，同埋又或者會唔會需要喺自己網站入邊咧登翻一啲澄清嘅告示啊？咁其次咧，企業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向我哋 Hong Kong Concert 咧 report 翻呢啲 incident 啦。咁我哋咧係會負責咧係去 gather 一啲 information 啦，同埋去 report 翻俾相關嘅一啲 ISP 去做一啲 take down 呢一個 phishing 網站嘅一啲工作咁樣。咁我哋再一次多謝 Angus 嘅深入講解。